们一起来站起来。还没睡吧？我也还没睡吧？我们10点钟我们来跳舞。这是我和你让我的时刻，你是我站在梦中人的歌唱，我的心要在那空中你我属。
喜悦。愿我们将每个人的心都摆上仰望，交托在你的面前。在这个敬拜里，我们愿全心全人全意将自己摆上。哈利路亚。我祷告，黑暗就变光明。我祷告，甚至已成全在这里。我们举双手，同心宣告耶稣的名。我们信靠怜悯的主，听我们祷告。让天堂的门敞开，让生命之道传开，愿你的旨意成全天父。当我们祷告，我祷告，想念就能看见。我祷告，能就去身心意连接。我们举双手，同心宣告耶稣的名。我们信靠怜悯的主，听我们祷告。让天堂的门敞开，让生命之道传开，愿你的旨意成全天父。当我们祷告，带下医治和释放，赐下悔改和原谅，唯有你能够成就天父。当我们祷告，让天堂的门敞开，让生命之道传开，愿你的旨意成全天父。当我们祷告。我再重来唱一次，我祷告，瞎眼就能看见。我要有信心的祷告，能断开一切罪的锁链，用这宝血洗净我们身上每个人的罪，用一个信心的祷告宣告在主的里面。大家一起来唱，我祷告，瞎眼就能看见。我祷告，想念就能看见。我祷告，能就与身心意连接。我请高举双手，我们举双手，同心宣告耶稣的名。我们信靠怜悯的主，听
的天父，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能够成为能够在这里祷告的人。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。在马太福音你说，奉主你的名，若有2、3个人奉主你的名在此聚在一起，一起祷告主，你必成就，你必垂听我们每个人的呼求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我们刚刚每个弟兄姐妹所献上的祷告，主你都在垂听。我们在每一个祷告里，我们要带着有信心，我们要相信，有信心并且等候主的旨意。它不是不成全，只是它会在最好的时间来成就我们每个人的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将我们每个人祷告在仰望在交托在你的面前，愿来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心，也愿我们每个人都活得更像你。不但只是为自己的祷告，我们也为这个世界，为我们身旁的亲朋好友们来做祷告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遍。让天堂的门敞开，让生命之道传开，愿你的旨意成全天父。当我们祷告，带下医治和释放，赐下